呢單非禮案嘅受害人係一個5歲小朋友嚟嘅喎，想揾個心理學家開機添。死啦，應該要揾邊個？呢個應該幫到我喎。你好 FCSV， 今次麻煩你啦，拜拜。今集嘅區區有警實黨嚟同大家介紹 FCSV。愛香港是我家鄉。歡迎收睇警聲360。年近歲晚，我哋警方繼續馬不停蹄進行防罪宣傳工作。今次係防止罪案科嘅防罪宣傳車，佢由1月13號開始已經走訪全港各區，宣揚防罪信息。宣傳車到訪嘅現場，除咗有同事同大家互動交流，亦聯同撲滅罪行委員會及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成員向市民派發一系列嘅防罪宣傳單張，宣傳防爆竊、防騙等嘅防罪信息。宣傳車上亦有防罪遊戲俾大家玩，現場仲有同公眾第一次見面嘅警隊最新拍檔智慧警犬。活動每日仲會派發精美紀念品，包括門窗警報器及門阻警報器等等，市民都好踴躍參與㗎，同得到好多實用嘅防罪資訊，場面係非常之熱鬧㗎。活動去到1月26號，俾更多市民喺各區參與。跟住落嚟，我哋仲有其他精彩嘅節目，我哋陪住大家一齊睇。呢單非禮案嘅受害人係一個5歲小朋友嚟嘅喎，想揾個心理學家開機添。死啦，應該要揾邊個？呢個應該幫到我喎。你好 FCSV， 今次麻煩你啦，拜拜。今集嘅區區有警實黨嚟同大家介紹 FCSV。我係 FCSV Dina， 好多人都唔知道 FCSV 係咩部門。FCSV 嘅全名係Family Conflict and Sexual Violence Policy Unit， 家庭衝突及性暴力政策組，隸屬於刑事部刑事支援科。工作範疇係打擊家庭暴力、親屬暴力、性暴力、虐待兒童、虐待長者同青少年罪行，以及制定相關政策事宜。亦會同其他政府部門同非政府組織緊密合作，致力喺我哋政策範圍內推動跨專業程序、機構間合作、訓練同埋協調等相關事宜。咩答唔敢頭先 Hugo 問嘅問題？揾警隊心理學家開機又係咩嚟㗎？其實係指我哋 FCSV 易受傷害證人支援隊嘅工作範疇之一，簡稱 VSC。不如我交俾警隊臨床心理學家 Michael 同大家介紹一下。我係警察臨床心理學家 Michael。VSC 咧其實係由刑事部成立嘅自願兼任職務嘅隊伍，要成為我哋嘅隊員咧一啲都唔容易。除咗要經過一個好嚴格篩選之外咧，亦都要通過我哋90小時嘅訓練。訓練裏邊除咗包括一啲兒童嘅發展心理學之外，亦都會講述咗好多一啲會面技巧，務求咧我哋嘅隊員一直保持喺高專業嘅水準。我哋經常會接觸唔同嘅虐兒案件，其中一單係牽涉父親強姦女兒嘅案件。喺呢單案件入面，受害女童自5歲起多次遭受親生父親嘅性侵同埋虐待。該名父親唔單止冇俾足夠嘅糧食，更加試過打佢，甚至係強姦佢，整整持續3年。直至女童8歲向親生母親揭發事件而報警。我同女童喺初次會面交談嘅期間，已經感受到佢嘅內心所承受嘅傷害係非常之大，無論係佢嘅表情或者言語之間，完全唔似一個年紀咁細嘅小朋友應有嘅表現。當女童憶述自己點被父親性侵同虐待時，更忍唔住崩潰大喊。面對住年紀咁細嘅女受害者，我提醒自己必須以專業嘅精神以及同理心，好好咁收集足夠嘅證據，將罪有應得嘅人繩之於法。最後，該名父親經審訊後被判監21年，成功將佢喺淫婦嘅魔掌度救出，保護兒童免受傷害。呢個就係我哋當初加入 VSC 嘅初心。最後，我想喺呢度宣傳一下啱啱喺2026年1月20號正式生效嘅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條例規定社會福利、教育同醫療衛生界25類專業人員，如果喺工作上有合理懷疑兒童正遭受嚴重傷害同埋有呢個風險，必須盡快舉報。違例者將面臨刑事責任，最高嘅刑罰係罰款港幣5萬元同埋監禁3個月。呢個機制嘅目的係希望及早發現同埋介入嚴重嘅虐兒個案，更有效保護我哋嘅兒童，令佢哋健康快樂咁樣成長。1月25號起，戴安全帶嘅法例會有更新。今日就嚟考下大家知道幾多？應該雙層巴士需要啦，校巴啦嚇，保姆車、旅遊巴，唔知學生可能會搭啲咩啊？的士，有錢又搭的士，冇錢啦。保姆車啊，電車啊，電車啊，貨車嗰啲啊，保姆車。嚟緊都會係要戴翻安全帶噶啦，所以喺呢度咧都呼籲市民咧見到安全帶都要戴安全帶。咁啊，如果冇戴安全帶，最高刑罰係咩啊？
罰款係2000蚊、5000蚊啊2000定5000？ ，5000蚊好似啊。 50萬啊50萬冇戴安全帶。 ，5000 5000？ 5000蚊？罰5000蚊。 6個月監禁。 3年。 3年又重嗰啲。 3個月，坐監3個月啊。同埋監禁3個月啊。新規例都係保障大家嘅安全啫。今集考唔考到你？下集隨時輪到你。人口普查喺2026年今年全年進行，警方呼籲各位市民務必提高警覺，以防騙徒假冒統計員上門，藉此索取個人私隱資料。第一，人口普查嘅受訪者係無需提供身份證號碼、資產、信用卡，又或者係銀行戶口等等嘅敏感資料。第二，政府統計處係會向獲抽選嘅住戶寄發通知信。如果冇收到信而有人自稱係統計員上門，應該即時查證。第三，正規統計員係會穿着印有統計處徽號嘅灰色背心制服，亦會攜帶統計員身份證及官方簽發嘅證明文件。第四，如果市民有疑惑，可即時致電普查熱線182026核實統計員身份。最後，大家記住，如果懷疑受騙，請致電防騙熱線1822舉報啦。如果中意我哋今集嘅內容，就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啦。仲有 subscribe 我哋警隊嘅 Facebook 同 YouTube channel 啊！嚟緊想我哋拍啲咩題材，就留言話俾小編聽啦。拜拜。